欧洲的物价起价真强，德国运输业员工大罢工要求加薪水，铁路、飞机、船帮拢袂顶袂当，数百万人受影响。乌克兰正在准备春季大反攻，昨就收到过路车英国甲德国的战车，德国阁宣布年底进前要阁送80车。泰国景点芒雅湾要封4年救生态，但重新开放是有新规定，禁止游客游水，6点钟入场的人数冇限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欧洲即阵是一直传出罢工的消息。德国运输业的员工讲物价起价真凶，因的薪水根本就对袂到，发起大罢工。铁路、飞机、船帮拢袂顶袂当，就有数百万人受到影响。也若是法国反对延后退休年会抗议是继续咧拖烧，连巴黎罗浮宫的员工嘛加入罢工，所以讲这罗浮宫是只好关门一工。伊伫军边啊、人机啊，德国公共交通运输业员工8日集体大罢工24点钟，要求做放加薪水，因为因已经伫物价底价未喘开。Wir fordern 10,5%, mindestens 500 € und dieser Mindestbetrag ist uns auch ganz besonders wichtig, weil gerade die unter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sgruppen von der Inflation überproportional stark betroffen sind. 铁路、飞机、船只8日全部拢无行运，数百万旅客受影响。部分民众走到车站想要坐车，所发现的车房处拢停驶，唔知要做何是好。Jetzt gerade könnte ich ehrlich gesagt einfach nur heulen, weil es einfach nur furchtbar aufregt. Dadurch, ich meine, ich verstehe das und es ist ja auch gut, dass man streikt, aber ich habe in letzter Zeit wirklich sehr viel Pech aufgrund der Streiks gehabt. 德国2月份通膨率9.3%，工会要求至少加薪1成以上，资方是提出2阶段加薪5%。另外，个外加100附件提案，暗过做到拒绝。工会已经表示，若资方无法度满足因的要求，无排除无限期罢工。因法国当地反移民改革抗议，炭烧甲巴黎有名卢浮宫。反退休改革民众支持，伫门口口求布条啊阻止游客入去，官方只好关门一工。Déjà, je suis désolé que nous les accueillons dans ces conditions-là. Après, la question sociale en France, c'est une question qui malheureusement est commune à tous les pays européens, particulièrement européens, mais tous les pays occidentaux. 游客和示威活动挡伫外口，真侪人干来用伫门口翕相留念，真失望离开。公司新闻7万2朋友。这一年来，咱看到侪欧洲的国家拢当咧罢工，毋若有亲像英国、法国这款大国家，其实连西班牙、比利时、捷克、意大利等等侪国家拢有。规个欧洲是架起一阵罢工的风潮。亲像英国的医护人员的抗议工作环境歹，德国的运输业员工要求加薪水，法国是抗议因的退休年会去互延后。这看起来个人是有个人的原因，不过终其尾起因拢是同款的，就是通货膨胀伤过严重，日子无好过。这波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自新冠疫情全球供应链断暂就有疙瘩。去年爆发的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佮造成粮食甲能源的价格拢大起，百姓生活当中食物件、用电拢是负担。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就捌分析讲，这欧洲通货膨胀的情形。伊表示讲，能源的价格是上大的关键，这是连生利息都无法度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讲，物件万行起的困境，还阁会维持一段时间。所以讲，这欧洲的百姓在用罢工，希望增加上基本的收入，先处理这电钱拿袂出来这寡火烧白白的问题。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根据美国富比士杂志的报道，日本的棒球选手大谷翔平的年薪加上广告收入达到大票19亿，将做是美国的大联盟收入上大悬球星。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总统尹锡悦预计4月底要去美国访问。风声南韩的女子团体 BLACKPINK 有机会受邀出席美国总统拜登请尹锡悦的国宴表演。英国 Times 报道，根据英国公费健保系统的资料，去年拍电动拍甲条例去看医生的病患，多数拢是青少年。
意思就提醒，伊若是真有可能因为祖父主动拍电动就攻击爸母，应该赶紧接受治疗。刷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欧洲上大核电厂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自落入罗西亚军的手头，状况一直无稳定。国际原子能总署的首长就搁视察核电厂，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讨论对策。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田纳西州的首府纳西维尔一间私立学校发生枪杀案，造成6个人死亡。一个凶手过去是捌读过这间学校，已经去互警方断示，伊犯案的动机也搁咧调查。乌克兰即阵是当咧准备春季大反攻，西方各国送的武器已经陆续送到位啊。亲像昨就收到几台英国甲德国的战车，德国阁宣布讲，伫咧年底进前要阁送80架。也若是罗西亚是雄雄发射超音速的反舰飞弹，拍到日本海上的模拟目标。面对罗西亚威胁，匈牙利的国会是总算批准芬兰加入北约，不过瑞典的申请到今一直拢无结果。西方各国武器支援陆续到乌克兰，乌军部署已经真久的春季大反攻特别准备好。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已经收到英国提供的挑战者2型战车。德国表示已经送18台8级战车，了后阁会送更较济予乌克兰，会由德国、丹麦甲荷兰共同支付战车修理费。目标今年热天进前要提供第一批15台战车，年底进前阁送80台。2024年是送至少100台8亿5战车。Wir stehen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die wir politisch, finanziell, aber auch mit Waffenlieferungen unterstützen und ganz besonders auch bei der militärischen Ausbildung. 同时，瑞典甲芬兰加入北约时间也有新的进度。原本匈牙利甲土耳其都无愿意批准两个申请。匈牙利国会日前总算用182赞成6对反票批准芬兰加入，土耳其表示会赶紧批准。不过，对于瑞典的申请案件，两国拢无愿意放零。Of course, we see and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of Hungary is against EU and against NATO and pro-Putin. But still, the security of the Hungarian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And Finland and Sweden joining NATO, we're going to be stronger. 另外，俄罗斯雄雄宣布，俄军伫2月军演的时阵发射2粒超音速反舰飞弹，成功拍中伫日本海上的某个目标。外国媒体报道，这个飞弹是伫苏联时代突破啊，用吹飞110公里以内巡逻。一礼拜进前，两架营炸核武弹头的5个战略轰炸机，才伫日本海上空飞7点钟。目前日方对于俄国发射飞弹的代志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杨间编译。各国的主力战车陆续送到乌克兰，今日就来解释讲，为啥因为这战车对乌军会遐尼重要？保证乌军伫咧东部反攻，伊迄地形是属于较开阔的平原甲山峦，兵仔就爱坐装甲车才会当安全通过战场。火力强的战车，佫会当突破敌军的防线，对敌军发动地面攻击。这各国送过战车是以英国的挑战者2型，甲德国的82战车火力上较强。挑战者2型，互外界认为讲是常用的战车，防护力悬。战车的主炮佫会当配备兵油装甲弹。普廷顶一日就是用英国要送兵油装甲弹予乌克兰，才会讲宣布伫咧白罗斯要部署核武器。也若是德国提供的82战车，是乌克兰一直咧讨的战车。这82战车毋但是即阵全世界战力上较强的战车，火力强、射击准、速度嘛真紧。除了这2款战车以外，各美国提供的装甲运兵车，嘛真有可能会参加这边春季的反攻行动。以色列的司法改革，互国会有权会当干涉司法部的人事，这是引起民众抗议。所以讲，昨是发动全国大罢工。但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是宣布讲，先暂停改革计划。不过，这示威民众是认为讲，纳坦雅胡只是一个变身啊，伊只是为着要安打民众的情绪，加赢落软。进步竞赛下水跳，被关伫咧特拉维夫大路顶示威的民众，不过反司法改革的民众继续会着以色列国旗大声喊，甚至放火烧物件。一国家支持施改民众互相对峙叫骂。警方是开始动手抓人，避免冲突扩大，场面真混乱。以色列几落天来的大规模示威加全国大罢工，造成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飞机无法度起降，商店、银行甲店也暂停营业。再加上反对施改的国防部长格朗特，20号总理纳坦雅胡停职，
造成抗争愈来愈激烈。也表示着纳兰亚胡总算伫咧27号宣布暂停司法改革法案的二读加三读的程序，一直到以色列传统的逾越节4月13结束，才可进行协商。讲无愿意看到以色列发生内战。אסור שתהיה מלחמת אחים. כשיש אפשרות למנוע מלחמת אחים בהידברות, אני כראש ממשלה לוקח פסק זמן להידברות. 纳兰亚胡要推动的司法改革计划，和反对者认为将会大幅度减弱司法部门的权力，和政府对法官的任命有更加侪控制权，并且限制最高法院废除法律的权力。虽然纳兰亚胡已经暂缓立法的程序，不过伫咧落抗争的民众认为纳兰亚胡未信任的，将会继续抗争。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译。顶个月苏格兰的首席大臣请示了后，经过6礼拜的竞选，民众党的哈姆萨尤塞夫当选党主席，正做头一个穆斯林，嘛是头一个唔是白人的首席大臣。37岁尤塞夫之前捌做过卫生大臣，这个当选了后，伊是透过演讲，讲即阵苏格兰上界重要的就是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且会继续推动进前国会通过性别一动法案。嘛会重新启动脱离英国加入欧盟的运动。经过6礼拜充满人身攻击的竞选活动了后，苏格兰民族党72000个党员一起举行党魁投票。曾任党魁斯特金的朋友，当时卫生大臣身份的哈姆萨尤塞夫，第3位候选人当中胜出。伊伫竞选演讲当中强调政策延续的重要性，表示继续推动苏格兰国会通过性别认同改革法案，集中精神处理国家危機，佮重新推動獨立。I'm a proud Scot, and equally a proud European too. And Scotland is a European nation. We want to return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play our part in building a continent that's based on human rights, on peace, prosperity, and social justice. 37岁尤塞夫是出身南哈巴基斯坦家庭的第3代移民，在苏格兰第大城格拉斯哥成长受教育。2012年当选议员的时阵，捌用英语甲乌尔都语来宣誓。2011年进入内阁，集中过司法、交通甲卫生部门，是英国威权政府内底第一位穆斯林阁员，即嘛阁是主要政党的第一位穆斯林领袖。尤塞夫的支持者认为，伊是一名出色的沟通者，是团结党内佮维持甲执政朋友、苏格兰绿党权力共享结果的上好的人选。批评者是指伊伫做阁员期间无啥物好成绩。工党的女议员贾吉贝利形容伊是史上上歹的卫生大臣，帅气会正做史上上歹首席大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厄瓜多南部10天前才发生大地震，但中部地区大雨落无停，佮发生水崩山，至少是有160几栋的厝乌有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人死亡，也佮有超过60个人下落不明。发生土石流的山顶，庙仔有动静，现场民众惊甲赶紧走。会过岛连续几日上大水后，4名全省的中部城市阿罗西发生严重的土石流，画面中大概宽150公尺。长1公里，光曲曲的山坡顶，原本真侪树木厝梯，伫礼拜1日拢带伫赤土内，山脚社区嘛真危险。Yo que me acuesto cuando vino como un temblor durísimo, sacudió durísimo la casa. Y cuando ya oí un tremendo sonido, dije ya se desploma el cerro. 这场意外的天灾，有163栋厝梯带伫土内甲损害。有7人死亡，23个人受伤。当局继续出动大批人抢救，拜伫土石内救出1只白狗仔囝，也有超过60人失踪。Verdad que mis suegros, principalmente 5 están aquí enterrados. Poniendo en manos de Dios y aquí pues trabajando a ver qué tratamos de rescatar, varón. 一个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民众，心内真艰苦。Y por lo tanto estamos bien sufridos, bien adoloridos, que no tenemos qué hacer, nos quedamos sin casa, sin nada. Estamos bien destrozados, no sé ni qué hacer yo cuando me iba. 过到年初开始，直直落大水后，造成几若件土石流含淹水事故。阿罗西事故的地点进前路列为黄色警戒，不过有人不愿撤离，
才造成严重伤亡。10天前，会瓜岛西南部才发生6.8强震，有16个人死亡。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泰国出名的景点马雅湾因为观光客受济，去伤害到当地生态，真正是要封起来4年，去年才才重新开放。不过，这阵保育专家是发现讲，开放了后，这小沙鱼的量又搁减少，所以马雅湾这阵是禁止游客游水，6点钟入场的人数嘛有限制，避免环境搁受到伤害。水清如镜的海边，沙鱼仔囝自在在耍水，民众相机摕咧，今日翕这个宝贵的画面。旅客介意的泰国小皮皮岛马雅湾休困将近4年了后，去年1月重新开放，游客转来又搁意外又搁欢喜。有不少沙鱼仔囝出现伫这个海域，有要保护沙鱼生态，马雅湾公布袂使上水的新规定。Yeah,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just because, they have to save it. If we would let people go, so we will destroy it. 为了袂当上水，游客嘛敢若会当踮咧海墘水骹头有悬的所在活动。码头到海边爱行栈道，通保护海沙保的食物。观光船嘛要挖路停歇来保护珊瑚礁，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一切拢出现了真无简单。保护团体讲，马雅湾休困期间，互当地生态重现生机。不过因用无人机甲水底摄影机发现，沙鱼的数量伫重新开放的前后有明显的变化。We have counted the highest amount of black tip reef shark, which is 161 shark at a given time, and that is in November 2021. And after it was reopened for a year, in November 2022, we have come back to try and use the same drone technique to count the number of sharks, and we have an average number of around 20 to 40 sharks per day. 海洋专家讲，沙鱼仔囝爱伫浅海边，才会当闪过大沙鱼的攻击挖落来。因的存在对维护当地珊瑚礁生态平衡真重要。马雅湾开放观光了后，爱另类化新，找到新的发展方向。If you can create and come up with the new image of Maya Bay as a nature reserve, as a strict nature reserve for shark, I think that it's actually going to bring new tourism scheme as well, and we're going to benefit from that overall. 目前马雅湾1点钟才开放予375个游客，规日开放人数无超过4000个。专家希望用舒适的管理方式，互人类会当踮马雅湾美丽的海景下，甲沙鱼同乐。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日本3.11大地震造成福岛受到核灾损伤，经过10几年啊，地方的经济也是真恶恢复。去年日本开放观光了后，福岛县府是专工去澳洲推测因美丽绿色景致。今年的寒人还是有袂少游客去出色游览。穿各种无共色水保暖衫来出色游客，对赛道顶头出来，算甲真欢喜。日本福岛发生3.11地震已经过12冬啊。虽然当地政府努力伫咧重建家园，不过当地经济依然受到负面评价影响，振兴的速度正慢，或者在非灾区的生意人也受影响。伫日本政府去年10月开放外籍人士入境观光了，福岛县府为着要诱观光客，走去澳洲、雪梨加墨尔本参加当地工业博览会，宣传观光，或者在爱出色澳洲游客来福岛耍。Fantastic for the family, fantastic for the snow, and fantastic for that authentic Japanese experience as well. So it's been on our mind for a long time, pre-COVID, but we haven't had a chance to get here until this season. 除了出赛场，当地度假专业展示日本传统的乐器，也有日本3大草仔厝之一的福岛大内宿世景，吸引真侪介意日本文化游客。I love the snow. Best thing is the snow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ever disappointed us for the 3 years I've been coming here, and the accommodation, living on the snow is perfect. It's beautiful. Yeah, it's just the best. 经过福岛县府的努力，伫即马福岛部分观光景点已经看到真侪外籍游客，真侪观光客了解福岛发生过核灾，也接到亲身来者一撮，改变对福岛负面的印象。福岛县府也透过社群媒体对福岛非核灾区做更加侪观光宣传，希望有更加侪游客来福岛耍。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